呢個位於潮州、揭陽、梅州三市交界地帶嘅小鎮，有好多種顏色：綠炒仔松火濃香，玉果條晶瑩帶牙，金菠蘿清香甜爽，白字詞匠心足質。呢啲顏色係潮州市登塘鎮嘅寶藏，更係篆刻喺呢片土地上面嘅活色生香。大家好，我係黃詠詩，來自廣東財經大學嘅中國澳門籍學生。今日同我一齊走進登塘。茶山中土茶味微苦，講嘅即係呢種炒仔茶。茶早已融入咗潮汕清史嘅年輪當中，撫過南方嘉木嘅新芽，感受登塘炒仔茶嘅生命。高溫殺青，鎖住茶香原色，精心揉捻，塑造茶之身形。3次翻炒，終成鐵綠白霜，飽覽春秋韻，才留一壺香。茶園似海，綠浪翻湧住希望。菠蘿園裏果香肆意嘅張揚。如果你喺6月嚟到呢度，就可以徜徉在菠蘿的海裏。金色嘅果實係大地寫俾天空嘅情書，每一頁都寫滿咗農人掌心嘅溫度。生命蓬勃生長嘅顏色，編織出土地同豐收嘅詩篇。呢度係登塘鎮三新鄉村，係8千萬工程典型示範村。老榕樹企成村莊嘅遮，絲綢走廊蜿蜒成村莊嘅段。三角梅攀過院牆，喺風入邊寫低詩行。柏油路書展新區，用溫柔嘅臂彎環抱住蝶變嘅三新鄉。登塘鎮嘅綠太陽冇熾熱嘅光焰，滿係溫柔嘅綠意，鋪展成一片夢嘅漣漪。佢喺天鵝湖嘅波光入邊蕩漾住靜默嘅詩行。當暮色降臨嘅時候，夢幻城嘅燈火繼續閃耀，就好似永不熄滅嘅星辰，照亮每一個尋找夢境嘅人。聽講呢度藏住潮州成長為1000年馳都嘅奧秘，今日同我一齊去一探究竟。作為登塘鎮的本土化企業，我們實現了自主化全產業鏈生產，擁有了2條全世界先進技術的超高節能隧道油膜。自主研發了超白抗污耐磨油面，採用先進的節能技術，有效地降低了能源消耗。窯爐嘅火徹夜燃燒，祭祀嘅窯火千年不息。潮州嘅陶瓷亦都喺科技嘅不斷發展當中淬火升級。好似咁樣嘅企業喺登塘鎮就有200幾家。呢度撐起咗潮州中國瓷都嘅底氣。喺呢片智能衛浴市場嘅藍海入邊，登塘之途揚起風帆，開拓向前。呢度係登塘，有茶香裊裊，有果香盈盈，有窯火不息，有星光不滅。傳統與創新攜手奔赴前方，登塘嘅故事喺時代入邊傳唱。